大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大自然中发现人的渺小和无知。约伯记38章22到41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们仰望天空吧，是谁创造了星星？是上帝，他率领他们像率领军队。他知道他们的数目，他一一指明呼唤。他的能力强大无穷，没有一颗心敢缺席。以赛亚书40章26节。3月6号，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在太阳表面，它观测到数起巨大的太阳闪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就是 NASA 提出警告，会有一股巨大的太阳风暴正朝着地球袭来，会对地球造成影响。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会造成卫星故障，甚至是电力中断哦。这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各种必须的通讯电波、广播啊，全球定位系统就是 GPS， 你的导航哦。还有就是甚至会有部分地区的供电设备都将遭受严重的影响。那预估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此，专家表示忧心，因为这将导致可能飞机、卫星等等这些高科技的设备会更加暴露在带电粒子之下，使这个太阳风暴呢的影响变得更为广大。所以从太阳的风暴看，人类真的很渺小。正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长久以来人类总是认为自己能够征服世界。那现代人也与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载1000年前建造巴别塔的古人无异。自从18世纪以来，蒸汽机就像是为工业革命插上翅膀，短时间内呢，就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大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近年来，我们更进一步来走入互联网的时代所以透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端整合的运用人类打造出各式的新科技，誓言要连结万物，进而掌握全世界。或许呢，我们该适时的反省从这上帝的全能来看人类的渺小。多年来，许多人信仰科技，依赖各种通讯的电波、广播、GPS 定位、Google Map， 或者是智慧型手机及供电系统。然而，这些伟大的发明却都能因为一次的太阳风暴而瘫痪这让如尘沙般的我们，不禁要对那位永恒的造物主发出赞叹和敬畏，更能够体认到我们实在需要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里面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探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呢，约伯记38章22到41节也提醒我们自然界当中的奥秘是无限的，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是极其有限。
所以从大自然当中发现人的渺小和无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自己跟与自然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来看大自然的奥秘。上帝问约伯是否了解星座和行星的运行。即使现代的天文学家对星空的了解也非常深入，但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着我们来探索。人类对于宇宙的真正规模和奥秘仍然是怎样一知半解。第二个，我们来看大自然的力量。上帝问约伯：你是否了解风的秘密啊？以及掌握闪电的力量。这个都提醒我们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它们可以带来壮丽的景象，也可以带给人类严重的灾难。第三呢，大自然的保护。我们其实更需要了解大自然当中的生命和资源，能够这珍贵的价值，并保护和维护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近几十年来，我们都看到整个地球的资源都被过度的开发，所以也影响到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我们看到天灾地变不断的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珍惜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和资源，尊重和保护这脆弱而美丽的生态系统。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发现，真的是人很渺小一个细菌你就受不了了，还人定胜天。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应该更谦卑来敬畏上帝。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透过大自然这样多样性和奥秘，也给我们原来这样管理的责任维护这个美丽的世界是因着人有时候的贪婪来真的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所以神来帮助我们学习从敬畏感恩来体验他所创造的美好。我们需要更尊重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并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持生态平衡和它的共存。我们来默想，当你看到大自然的壮丽和它的神秘，你是否感受到自己存在是多么渺小和无知？确实我们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这种感觉让你如何重新来认识自己和周遭的世界，特别也能够从这当中获得对上帝更深层次的敬畏、认识和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在这美丽的世界当中能够生存，享受你所赐的一切的资源。在整个大自然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好多未知，我们发现神你真的奇妙伟大，也看到我们的渺小和无知。感谢您让我们从自然界当中了解你奇妙的创造之外，也体验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跟美丽。当我们用心观看星宿一切这些大地的美景的时候，让我们更学习谦卑感恩，珍惜您给我们每一个生命和资源，也能够尊重和保护在整个自然的环境，帮助我们能够抵挡浪费和污染的诱惑，让我们能够成为爱护自然的使者和大自然的守护者。主啊，求你也让我们从大自然当中看见你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观看的美好，
也让我们感受到神特别你对我们的创造是看为更好的。谢谢主，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用来见证您荣耀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波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也能够更认识上帝他的全能跟伟大。我们下次再见哦。